通过汉语高级认证，会当难无。相信有参加过考试的大家都有同样的感想。要通过高级认证，真嘅无简单。佢要样嘅准备呢？按你本做、听、讲、读、写四大部分来分享。我竟然知道，听力测验是困难的部分，因为听力测验的文章是无事好看的。第一年的考试，真然是记忆力的考验。除了常识以外，还要记得经验的内容。故说，第二年的考试就有法拍子的。本大家做记录，建议大家经常就爱精通关键的诗词记下来，将做得到回答的时间有好参考。考试测验的时间，要有系统的将内容讲出。也部分有一系列像演讲比赛，故说。到讲嘅时节，就得用正反两面去讲，也是用第一点、第二点按你激励嘅方式去讲。再来，考试测验嘅过程中，请好莫用到翻译。阅读嘅部分，同考国文嘅阅读测验同样，对文章嘅理解。要夹同准，一个问题可能会转几下责问，也是节头脑要当清楚。故说到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多看汉语文章，还个要去深入了解文章所要表达的意义。书写测验。是研票嘅书写同两篇作文，研票嘅部分一定要非常熟络人哋嘅汉语拼音系统。我竟然知道誊写较改，因为人哋做得根據聽到嘅內容來做拼音。另外一題，看記嘅拼音，就要對漢語用詞嘅實施。要拉到，怎有辦法正確嘅拼音？作文嘅部分一定要養成平常時就用漢語文書寫嘅習慣，做得從日記開始寫起，還個你做得老接用嘅訓練寫下來，個背下來。